相，譬如話比賽前同後都互相擊拳咯。個備戰狀況都如火如荼啊！其實，譬如楊永芝啦，就喺美國練波啦，咁最近都轉咗去上海。咁而楊慧玲就喺澳洲嗰邊訓練。嗱，咁嚟緊完咗呢個賽季之後咧，就會去英國，要去英國度進行密集式嘅訓練。咁佢最後備戰嘅一個訓練咧，作為楊永芝嚟講，個水平已經係差唔多最好㗎啦。咁嚟緊去英國都係 keep 住嗰個狀態，同埋慢慢再提升。廖慧芝同埋楊慧玲咧就有待提升嘅，都慢慢衝刺緊㗎啦。我覺得尤其是打女子隊係要好顧及佢哋嘅心情，因為佢哋情緒起伏係比男子嘅大。我覺得會比較放鬆咗少少嘅，因為今次係主要係打團體啦，咁以主要係 support 到隊友為主嘅角色嘅。因為其實我哋今次團體嘅實力都好強啦，有咩唔同就係因為單打好多時候我哋一淘汰咗出嚟就真係冇，同埋嗰一場真係一定要發揮得最好出嚟，所以其實頭嗰3屆都會好大壓力，但係好變相就係因為我壓力太大啦，同埋我調整得唔好，好多時候就變咗太多 mistake 出現咗。我會認為係喺前場攻擊方面咯，反而係前後調動為主啦。咁所以好多時候喺後場俾人壓迫到去前場追短球嘅時候啦，咁我哋好多時候都會受制於可能係喺速度上你可能 pick up 到下2-3球啦。咁其實係心理方面咯。咁其實喺對上嗰一屆亞運啦，係可能喺比賽前緊張呢個問題上面咯。咁我最深刻就係佢教咗我正念呢個方法咯。咁正念呢個其實係令到我係好注重喺當下嗰一刻嗰個感受。其實其他2個經驗都比較似啦，可能一屆或者甚至係曹子晴未參加過第一次嘅，佢會可能第一次去一個大型嘅運動會啦，佢會覺得會好緊張啊。當然係好期待亞洲最高水平嘅一個比賽，可能都會有啲緊張，因為係畢竟係亞運會一個咁大嘅比賽啦。最需要提升嘅係呢個體能嘅方面咯，因為之前打比賽都發現自己可能速度或者耐力都係比較弱。咁我呢排係有啲傷，所以可能狀態唔會太好，但係都會爭取喺亞運之前會好返，就攞最好嘅狀態去比賽。咁我咁樣去比賽嘅時候，都會盡量係場上可能深呼吸啊，提醒下自己嘅計劃係點樣，都盡量要做返出嚟咁。咁希望都係可以攞到前6名啊。然後我自己嘅話係希望可以贏到一場波咁樣。由我哋都係互相，譬如話比賽前同後都互相擊拳咯。呢下其實當下身體嘅鼓勵係比較直接啦。澳門隊亞運加油！